7月13號深夜，一個突如其來嘅噩耗傳出，香港傳奇電影人施南生離世，終年75歲。其實呢個消息並唔係完全冇先兆，過去幾日施南生嘅健康狀況一直牽動住外界嘅心。7月9號，傳媒率先報道施南生病重入院，當時佢被送到香港養和醫院接受治療。消息一出，演藝圈好多好友都紛紛趕去醫院探望，包括林青霞、張艾嘉、余震同埋前夫徐克。面對傳媒守候，張艾嘉只係簡單回應：多謝大家關心施南生，我會將大家嘅心意轉告俾佢。徐克亦都低調表示，希望大家尊重施南生嘅意願，俾佢一啲時間同空間，等佢可以安心休養。但無論係張艾嘉定係徐克，都冇透露施南生究竟患上咩病，亦都冇公開佢嘅實際病情。正正因為咁，外界一直都抱住一絲希望，好多網民紛紛留言祈禱，希望佢可以捱過呢一關。可惜呢份期盼只係維持咗4日。7月13號深夜，傳媒正式證實施南生離世嘅消息之後，佢嘅電影工作室亦都發出訃告。根據訃告內容，施南生喺2026年7月13號晚上8點51分安詳離世，享年75歲。訃告亦都披露咗佢近幾年嘅健康狀況。原來由2022年開始，施南生就因為免疫系統出現問題，身體狀況持續轉差，最近更加因為細菌感染引發多重器官衰竭。雖然佢一直積極接受治療，但最後仍然未能戰勝病魔。消息公開之後，成個華語電影圈都一片惋惜，網民亦都紛紛發文悼念呢位傳奇電影人。當晚大約11點半，傳媒聯絡到徐克，面對鏡頭一向克制嘅佢，聲音明顯哽咽。佢首次透露施南生病情嘅細節同訃告內容基本上一致，同時佢亦都講述咗施南生生命最後嘅時刻。徐克表示，施南生一直堅持到生命最後一刻，喺親人同朋友嘅陪伴之下安詳離世。最後佢希望大家可以將對施南生嘅思念化成力量，平靜淡接受佢嘅離開。事實上，施南生身體轉差嘅跡象早喺今年5月已經有先兆。當時佢現身好友谷麗薇嘅告別儀式，現場嘅佢面色蒼白，身形暴瘦，唔單止要拄住拐杖行路，仲要由身邊人一路攙扶，成個人顯得非常虛弱。嗰一幕亦都令唔少人睇到好心痛，因為就喺1年前，施南生留俾大家嘅印象仲係完全唔同。喺上年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上，佢同徐克一齊獲頒終身成就獎。企喺台上嘅佢精神飽滿，面色紅潤，談笑自若，完全睇唔出身體出現嚴重問題。邊個都估唔到，短短1年時間，佢嘅身體狀況竟然會急轉直下，由5月明顯消瘦，到7月病重入院，再到最後遺憾離世，一切都發生得咁突然，亦都令無數人感到惋惜。對於施南生，外界一直都有2種完全唔同嘅評價。有人話佢係香港電影圈少見嘅大女主，憑住個人嘅能力同魄力，喺電影行業闖出屬於自己嘅一片天地。亦都有人認為佢喺感情上一直投入得太深，甚至帶住幾分戀愛腦。施南生嘅一生離唔開2個關鍵詞，一個係香港電影，另一個就係徐克。前者成就咗佢嘅傳奇，後者就成為佢一世都繞唔過嘅名字。施南生喺上海出世，細個嗰陣跟住屋企人搬到香港生活。由於爸爸長期喺非洲做生意，佢曾經喺非洲讀書，後來又轉到英國繼續完成學業。19歲嗰年，佢考入北倫敦理工大學，主修電腦同統計。喺嗰個年代，呢類專業本身已經相當少見，而施南生更加展現出驚人嘅語言天分。大學期間已經掌握5種語言，為佢日後喺國際電影圈大展拳腳打好咗基礎。大學畢業之後，佢返到香港，正式投身傳媒行業，先後喺 TVB、香港電台、佳藝電視同麗的電視負責製作同行政工作。真正改變佢人生嘅就係1981年。呢一年佢加入新藝城影業，擔任行政總監，同麥嘉、石天、黃百鳴、徐克、曾志偉、泰迪羅賓一齊組成後來鼎鼎大名嘅7人小組。
不過同其他人負責創作唔同，施南生擔起嘅係成間公司幕後大總管嘅角色，由行政、人事、財務到發行、宣傳、市場策劃，幾乎所有繁複嘅工作都由佢一手統籌，所以大家都親切淡叫佢做新藝城嘅管家婆。亦都正正因為有佢喺背後統籌全局，新藝城先可以一步一步走上巔峰，成為香港電影黃金年代最重要嘅電影公司之一。如果話新藝城令施南生開始嶄露頭角，咁1984年就係佢事業真正起飛嘅一年。呢一年佢同徐克一齊創立電影工作室，由嗰陣開始，兩個人成為咗香港電影圈最有默契嘅一對拍檔。英雄本色、倩女幽魂、黃飛鴻等一部又一部經典作品相繼誕生，兩個人亦都一齊寫下香港電影最輝煌嘅年代。之後幾十年，施南生幾乎從來冇停低過。由1990年到2000年，佢協助香港發展收費電視行業。2001年到2004年，佢出任華亞綜藝集團副主席。嗰個時候，香港電影市場正陷入低潮，但由佢參與出品嘅《無間道》就成為振興香港電影其中一部最重要嘅作品。2008年，佢又擔任萬有引力電影董事總經理，先後監製《狄仁傑之通天帝國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等作品。除此之外，佢仲成立電影發行工作室，長期發掘亞洲新導演，將更多華語電影帶上國際舞台。正正因為咁，施南生唔單止得到多個國際電影獎項肯定，舊年仲同徐克一齊獲頒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。對香港電影嚟講，佢毫無疑問係一位真正嘅傳奇人物。但比起佢輝煌嘅事業，外界討論得最多嘅始終都係佢同徐克嗰段維持咗幾十年嘅感情。可以話徐克係施南生一世都繞唔過嘅人。佢哋曾經係香港電影圈人人羨慕嘅神仙眷侶，一個負責創作，一個負責營運，一個天馬行空，一個掌控全局。佢哋唔單止係夫妻，更加係彼此最重要嘅事業拍檔。只可惜再完美嘅故事，最後都冇迎來一個圓滿結局。喺兩個人仲係夫妻嗰段時間，徐克曾經多次捲入緋聞風波。1993年，佢同葉聰文傳出緋聞；2003年，兩個人又被爆婚姻出現危機；2008年，傳媒影到徐克同一名年輕女子喺酒店共度一晚。去到2012年，佢又被指同女助理樂樂關係親密。當時兩個人被娛樂記者影到一齊外出，舉止親密，徐克仲伸手輕輕摸對方塊面。相片曝光之後，成件事迅速越鬧越大。面對傳媒追問，徐克由始至終都冇作出回應，反而係施南生再一次企到最前面。一開始佢只係有禮貌又婉轉，但拒絕訪問。佢笑住話：你講得咁有趣又可愛，我唔想講呢啲，唔好意思。但隨住成件事越鬧越大，越來越多傳媒不停追問，最後佢仍然親自企出嚟替徐克結束咗呢場風波。佢平靜但話俾所有人聽，佢同徐克其實一早已經離婚。之後仲留低一句，直到今日仍然有好多人記得嘅說話：我俾你一個標準答案啦。呢句說話我已經講咗好多年，兩個人嘅事只存在於兩個人之間，同第三個人冇關係。短短一句說話，冇抱怨，冇指責，亦都冇將責任推俾任何人。好多人都話呢個就係佢留俾徐克最後嘅體面。而施南生對徐克嘅感情亦都唔係外界憑空猜測。好友林青霞曾經喺自己本書入面寫過，施南生係真心深愛徐克。佢唔單止喺事業上全力支持徐克，喺生活上亦都將佢照顧得非常周到。因為徐克堅持丁克唔想生小朋友，施南生亦都選擇陪住佢一齊過冇仔女嘅生活。林青霞曾經形容，只要徐克開心，施南生就會開心。只可惜再深嘅感情，最後都擋唔住時間帶來嘅改變。離婚之後，兩個人並冇反目成仇，相反，佢哋依然保持住友好關係，亦都繼續一齊合作拍電影。舊年上映嘅《射鵰英雄傳》合資大姐就係由徐克執導，施南生監製，兩個人嘅默契依然同以前一樣。不過有一件事始終令唔少網民替施南生覺得唔抵，
離婚之後，徐克同樂樂生咗一個小朋友，但當年兩個人仲一齊嗰陣，堅持唔要小朋友嘅人，正正就係徐克。施南生因為尊重佢嘅決定，陪住佢一齊選擇丁克。等到兩個人分開嗰陣，佢亦都一早已經錯過咗生育年齡，所以唔少網民都認為施南生為呢段感情付出得太多，亦都承受得太多。但即使係咁，佢依然冇同徐克決裂，兩個人繼續合作。喺生活上，佢亦然會照顧徐克，亦都正正因為咁，唔少網民感慨話佢實在太過戀愛腦。有人話施南生太慘啦，亦都有人替佢唔抵。但認真諗清楚，真係有必要用呢種眼光去評價佢咩？施南生的確深愛過徐克，亦都的確因為呢段感情受過傷，但佢從來冇因為愛情而失去自己。佢由始至終都好清楚自己係邊個，亦都一直擁有屬於自己嘅事業、能力同人生價值。對施南生嚟講，佢嘅人生早就已經超越咗有仔有女、有冇小朋友呢啲單一標準。如果只係因為佢冇生小朋友就認定佢蝕咗、輸咗俾其他人，咁未免太過狹隘。佢嘅人生可能有遺憾，但絕對唔係失敗，因為真正定義施南生嘅，從來都唔係一段婚姻，亦都唔係一個小朋友，而係佢親手參與創造嗰個屬於香港電影嘅黃金年代。施南生嘅離世，代表香港電影嗰個白衣勝雪、快意恩仇嘅年代，又再離我哋遠咗一步。佢冇留下親生仔女，但嗰啲流傳影史嘅經典作品，就係佢留俾呢個世界最好嘅後代。詩人已逝，希望喺另一個世界入面，呢位永遠嘅女俠可以放低所有重擔，唔使再為任何人操勞，只係為自己好好活一次。施南生女士，一路走好。